一起逐梦，走在逐梦的路上。担任市长黄伟綽甲文化局长郑树恩等贵宾共同替16岁正青春艺术节来开幕。这16岁是台南人成年的传统习俗甲记忆。今年迈入第10档的16岁正青春艺术节，结合看戏、做戏、市集甲歌舞等系列活动，让青少年透过无同的方式参与表演艺术，用无同的方式当大人。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其实是我们会给参与的学员比较正式的这种表演艺术的课程。那事实上，这个艺术节最后的压轴的高潮，也是这一些青少年最后来演一出自己的戏。从幕前幕后，然后他们来做，都是由青少年来执行。其中青少年扮戏计划已经成为艺术节的品牌节目，是由专业师资带领青少年进行剧场培训，培养出未少相关领域人才。今年以“逐梦”做主题，头摆加入4项艺术活动。同时也佮规划播戏10档特点。那我们其实不只是关注表演艺术啦，那今年譬如说嘻哈、饶舌这一些年轻人关注的这些表演艺术呢，其实也都是我们正青春艺术节当中的一部分。安吉尼文老策展市集，也就是透过这一些不同的文化活动，让青少年能够在这个暑假，然后他们可以绽放跟表现自己的活力跟创意。也希望我们接下来16岁成年礼也会扩大举办，跟更多的地区、更多的行政区跟更多的学校来合作，来希望让台南市的市民朋友们、年轻朋友们都真是一个人生唯一的一次16岁成年礼。活动时间持续到8月11号，内容丰富佮多元，欢迎青少年朋友踊跃参加。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